甲醛影響健康咧，就係人都知㗎啦。咁今日我哋實測呢一款立邦嘅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咧，就加入咗獨特嘅光觸媒技術，佢可以喺24小時持續咁樣去分解甲醛。嗱，如果屋企有養寵物，又或者屋企有人食煙嘅話咧，最怕就係嗰啲味道殘留喺牆身啊。經測試證實，呢款兒童漆對於尼古丁、乙酸、硫化氫等等嘅化學物質嘅去除率咧係超過80%嘅，咁就可以有效咁樣減低煙味啦、尿味啦、臭雞蛋味呢啲難聞嘅氣味，保持空氣清新。甲醛對身體有害，細菌病毒都唔可以忽視嘅。立邦直水兒童漆特別加入咗銀離子抗病毒技術，能夠殺滅多種常見病毒，例如甲型流感病毒、人類冠狀病毒，再加上有效抗菌99.9%，可以有效咁抵禦一共22種常見嘅細菌同埋霉菌。而今日我哋實測嘅直水護敏抗病毒兒童漆咧，就係集合晒以上咁多功能之餘，再加上光觸媒分解甲醛兼除味，效能更加全面。佢仲通過咗 ASL 哮喘和過敏人群友好認證，以及多項國際認證，特別適合屋企有哮喘同埋容易過敏嘅人士，絕對係有小朋友啦、孕婦、長者、容易過敏人士同埋飼養寵物家庭嘅升級首選。